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喜来咧》，我是钟英权阿权妹。今日节目当中啊，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客家人的老智慧。用白讲，平常时同好什么个手摇饮啊、咖啡啊，大家都听说爱生活当中爱啉到嘛该。啊，不过有一项也客家人头摆，请老师会说的一种茶，叫做酸甘茶。呀，其实啦，都也下行去做得本当当人都同中意哦，用无口用嘅方式。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酸甘茶，來細細嘅分享。節目地都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用茶三味嘅成名有沒有幾分享？大家好，我係阿明玉哈，今日同歡喜來到客家天視台哈，來聊天，謝謝你。歡迎美玉姐來到節目當中，韓國同我同樣係苗栗人，嘿，苗栗那片，苗栗頭屋人，離嘅你面德水庫當區。哦，嘅我哋啊，從細就當咗去面德水庫了。嗰時候苗玉姐係苗栗人，啊唔過有一段時間去到台南去做事。未，我嫁到台南。嫁到台南。我喺台南嘅嘅你台南新埔，呢個好啦嘛。苗栗咧嘅你嘅妹苗栗嘅妹嘅，愛去台南。啊唔過也按到年了，又轉到苗栗咧。對。哦，啊轉到苗栗就開一間店，按到用茶三味。哦，做乜嘅去台南研究，又想到講愛轉到苗栗，韓國要開按用嘅一間店咯。你看到有時人生當奇怪哈，那種從來都冇想到過，還可能會轉來，因為客家人其實客家人不看有乜家族事業吧哈，冇嘢動手轉來。啊對，然後嫁出去就嫁出去嘅傳統最啱嘅。係啦，咁唔過呢？我就去轉來哈，我哥咩我二哥佢咪到台南，那我就看到我就從細嘅識咧嗰個做嘅嗰啲酸甘茶，不卡頭擺就做茶，哎呦，我都茶工廠出身嘅，我就做茶超過60年以上。哇塞！對，可是我也是都茶工廠長大。酸甘茶呢，對我哋以前的茶工廠來講，係樹洞後嘅點心點點。因為客家人做茶裡面有四季，也係五季，就是至少一邊，有春天呢，對，春夏秋冬做完，他個就了誒。唔過呢，阿妹呢就當山嘛，有客家精神，一天哦就行我做嘅酸甘茶，而且都做到貴到當哦，以前哦做當態哦，可是我哋就對酸甘茶，我哋從細我哋就有安樣嘅記憶跟特殊的情感，對，一次記得酸甘茶，哎呦，做到會叫哦，當呢，嘿，就是那時候。就係他講，就當山嘛，當山忙做，作為以前嘅嗰種酸甘茶來講嘅話，嗬，就黑少年啲，咁講係你有古天，也沒有受日本，有日本人來。其實老實講，像苗栗人，苗栗沒有幾間當有名嘅茶行，種茶沒有，唔過其實我真嘅認真想從細到大。以前冇真正有認真食過，也係講老式酸甘茶當中嘅日常生活習慣，以前係冇按嘅，是哈，所以他的唔係按到人習慣，也係講按到人了解嘅。對咩？可是我講我轉來想要來推廣呀酸甘茶，其實真的一路上是很辛苦，因為它是很小眾。當少年的，為了到我不卡我嘅茶空間，他全部都講。我看網路，喂，我唔識過，我唔識鐵板糖多，連糖都鐵板，我想我入來了解一下，也係乜嘅酸甘茶文化。可是我就很感動了，因為他們基本上是全國各地，都是全國各地專程來
我们这个茶空间来了解这个酸甘茶。因为美玉姐去家转来，也摆来开一只茶空间啦，应该按用讲。因为简单像迄一间卖茶的所在，是的，规个氛围、规个感受、规个风格，大家也还会看到相片，就係一種。當邊輕鬆，韓國有你上一本大家感受到的嗰種氛圍，韓國係以純甘茶為主，對，所以人家不卡調白中茶，韓國純甘茶為主哦。是，我的空間是完全是針對純甘茶來打造的。哇！而且我就是為了推廣純甘茶，嗰個眼用嘅人，他個搞，他個用嘅色，用嘅講，買一粒茶啊，嗰講當叫，佢還在頭唔識，好，可是。還好現在有網絡，他們都會先這個先搜尋一下，搜尋過一見就有啲咧，看到一粒東西，但是佢還蠻本尊嘛是看到了，叫我來看一下。可是我前面有帶了一粒吼，人家所謂的副頭柑，講壓力，對，壓副頭柑哦，壓。拿起來像玩具，強強強強的，對，強強的，因為佢係公園長以為哦。啊，呀，公園變到呀，變到呀，佢說一見就糟蹋嘞，糟的哈。不過還得我來帶來本他個看一下。不然你要怎麼同樣嘅那個去了解酸甘茶飲下講，就係講壓力酸甘。黃澄澄的哈，公園家下哈，會扎神作用誒。啊，扎神作就是拜拜嘅時間，會變到神作當中。動態啲，動好看，有大吉大利。食起來要動酸，動酸，不過佢可以什麼？佢可以哦，佢係水果哦。真勁哦，唔會動酸嘅。他講人好誒，全部誒嗆顏色。是會手癢。嘿，對，好像有一點印象。嘿，酸的東西哈，你用鹹，你鹽去手記，我諗講就變甜咧。哦，嗰其實係有啲人哈，嗰叫溫溫頭油。哈？對。要比 tomato 溫頭油還卡本來吃到想唔到咧。想唔到。美玉姐應該有食過tomato 溫頭油。有。按用食。叫當然要加薑汁啦。tomato 要加薑汁。薑麻頭油，對。一抹嘅我諗講，他加嘅東西哈，加抹嘅佢就會有抹嘅味，有特殊的味道。不錯，美玉姐正經講係酸甘專家，酸甘牛年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。先對人嘅點嘅名嘅來分享好，我都詠茶三味，其實就會想要同大家分享詠茶、養茶的這個文化。因為詠茶係乜嘅意思啊？詠茶也是一個文化。那你看茶我好食，一天沒有用養，像人家哈，那茶佢做好，沒用一天就停燈色，反而不用建議咧，或是一禮拜後，或是一兩日後，加米絲我們冇同樣。越變越香。也沒講越變越香，就講你做起來佢還那個咩，還要做比轉回韻回那個等於是轉化的那個意思啊。那酸甘茶呢係比較特殊的，它是台灣特有的那個後發酵的茶。後發酵，一般來講，它只糖豆嘅後發酵的茶有嘛解比較高？就是普洱茶呀。啊，普洱茶，而且也是茶磚的那一種。茶磚呐，你看我們這個那個就像茶磚用的哈，對。但是我們比普洱茶更好的是，我給你諾貝含有一堆嘛個陳皮呀，它經過九蒸九曬之後就能陳皮，其實就是一個水果茶的概念。西方都是流行水果茶，聽起來就很時尚啊。是啊，對呀，其實喝起來也可以很時尚啊。對，因為佢度其實有加嘅當東西，有的人會講可能會加中藥啊，又係講愛吃到訪問到美玉姐好多青島嘅係原來酸甘茶度，上海邊嘛嘅都做得，係安尼哦。真嘅就係有10家就有10家秘辛，冇同樣嘅秘辛，冇你這個有人獨門秘方，我家也有我的獨門秘方。比如講像面頭前美玉姐有準備也酸甘茶度嘅邊嘅東西，你小可會同大家紹介一下，人嘅酸甘茶度邊嘅嘛嘅。好 ，OK， 因為他也哈吼。
对酸甘茶很难推广的原因是它个唔对用的色。哎，嘿，那人家就隔壁就都趁着也节目，就来他讲，酸甘茶底杯，佢可以单方来色，也可以用复方的方式来色，好，来色呀茶。那底杯呢，可以标的东西，当多种，隔壁我带来也8种哈，佢可以标到底杯控下做，也可以，做好之后后杯呢。即家不可以喎，有乜嘢東西就可以變落去，像我今日帶來嘅鳳爪，係跟你嘅公幹嘅鳳爪，對，糖菊，嘅銅鑼嘅，嘿，對，還有跟你嘅跟還有個鳳鳳嘅細細粒嘅呀，跟好多柑橘，咩係呀？這個苗栗這個雜嘅，哇，對。不錯，有乜解就做標嘛解，係講比如講亞布卡頭前有一條桂花樹，對。你可以變，當然可以嘅呀。變到底杯做，向下做，也係講後杯泡加再另外加落去。哦，都做得。對，它可以很有趣、很多元。呀，真正感覺係一個做得動創意、做得發揮嘅想象嘅一種傳統嘅東西。是。所以有關呀酸甘茶，還有動作內容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先。休息下，等下再個陣來分享講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總編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酸甘茶。有請到呀，清了解酸甘茶，我看人做酸甘茶做千久嘅美味節，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。剛剛有講到，其實酸甘茶唔係講聽說會加乜嘅東西落去，有一些像亞布卡有乜嘅，你嘅生活當中有乜嘅，你就不用乜嘅東西落去，做得靠下做，咪做得愛食的時間再講能愛加落去，變做調茶的感覺。是，對。哦，做得懂吃有懂變化。唔過大家談到酸甘茶就會知道，以前係一個做法真困難的東西，因為你看像人頭前有一粒標嘅當久嘅芋頭柑，韓國愛做到像按用一粒，韓國無緊，按用傾到扎，按用嘅感覺。呀，做酸甘茶嘅過程，做得像美味姐再同大家講一下冇？好，我哋好。酸甘茶我們從山上採下來，好，沒天天做哦，沒同樣嘅冰嘅班長葉咧，吼，比如燒水，個皮則唔會太水分太多，冰嘅班長葉以後，加個組織就變軟咧，呢，可以出來，哈，出槍了，再開一個洞，那開從地頭上面，嘿，對，那當然我開。大下沒可以啦，還是可以的，當然可以。跟上一樣嚟做乜人工，一天愛開到那地位，係咩？有啲人就開到大下，嚇。他有啲嚟做嘅嗬，嚟 DIY 其實從頭到尾攏開。因為佢可能啲藝工冇嘅你係用啲，一起碼下去，因為藝度有隻專門愛嘅你可以開嘅。一隻器具，就是可以開動的器具，一個工具，用動態的，就直接就直達天地就對了。裂開來，沒裂開來，當杯一隻孔，下杯一隻孔，按鈕沒做得，按鈕沒可以啊，沒做得出來，當然可以啊，這麼自由哦。當然，就我覺得那更有創意。所以說來到外邊，他人就可以搞到當回去，冇睇嘅你，你講呀唔對，我當然唔會來了嚇。所以底杯呢，一種不用買嘅東西，亞布卡就有兩種方式，一種呢就有加中藥嘅，一種都冇加中藥嘅，好，有兩種。那底杯加中藥係因為以前有啲客家人啊，萬一有感冒咳嗽，可能就會用呀，有療效，調養這個潤喉潤肺啊，還有就是稍微有一些輕微感冒，可是呢，他中午的講。
跟你的，专门在讲疗效。也係頭擺嘅脂肪啊，添馬雞就補馬雞落去，個手就不用到酸甘茶。對，可能底杯啊，個有紫蘇啊，咩可以啊，叫做怪西啊，哈，叫做咩可以跟你治療感冒嘛，那還有很多啊，咩有的會像枇杷葉啊，增加免疫力的那些。對，所以呢。大眾就可以加，總講加起來，希望佢當米絲冇點點。哦，佢說你中醫嘛加米絲，也係講你呀下身體需要嘛加中藥嘅，你做得自家落去不用落去。自家可以，這個自家冇卡 DIY 啊。哦。我也都給你題目，就係因為推廣嘅原因，就講搞唔用嚟做，專業你喺冇上架，要檸檬，唔咩可以用檸檬嚟做啊？要腰嚟做，對呀。中秋節快到最近的，佢當多東西都可以做了以後，你就用一樣的方式嚟搞嘅方式哈，用九蒸九曬，但是九蒸九曬也未必係夠吃啊，嘿，對，但是我們的整個過程打開了以後，那全部嘅果肉全部挖出來，全部椰出來，阿佢冇，挖出來，唔是都很愛摸。只有客家人聽錯我了的，客家人真係冇聽。對，客家人的精神全部了，不要丟掉。對，全部會跟你個水果哈挖出來以後，一落人茶 mix 在一起，將我攪香下。那攪香下呢，有時哈嘅底部嘢跟你嘅酸甘蔗啦，酸甘蔗還冇啦，人就會加埋來，會再加檸檬汁。哦，還會再個加水落去，沒水哦，全部都是果汁，甚至還再加了那一個金桔，啊，那個嘛，很多金桔啊，桔嘞，嘿，至少有時就有3種，有時2種，某一天所以就真嘅當豉油誒，當然係咯。啊，嗰個啲頭前啲嘢做唔管你要用乜嘅加味類嘅東西，反正檸檬啊、加味啊、油誒，全部就做得都可以。然後底部不用乜嘅咩做得，啊，青蔥油嘅就係9蒸9曬，9蒸9曬，意思就係講愛動豆擺，反覆動豆擺，反覆的動豆擺，嘿，對。其實有啲名詞嘅，還有將年年來唔係酸甘茶專用嘅，沒有。係中藥嘅來嘅，做中藥，其實我用9蒸9曬，將會變成一隻中藥嘅概念，藥材。反正改意思就是很麻煩的意思，很繁瑣，工藝是很那個的，花很多功夫的，對。我花咁多時間，千米這樣做嚟做出安用嘅酸甘茶。基本嘅 TPL 來同大家講，就係酸甘茶佢做嚟當豉油。佢唔是雖然係傳統嘅東西，啊，不過一下嘅方式係做得用當豉油嘅方式來設計，比如講從葉粒我用白拿來泡茶咯，係講捱到屋卡買嘅一粒酸甘茶，很低啊，凍開啊，框啊，要凍啊，對，有時來用白，也就係每一節我出來哈，讓大家多分享的那個原因哈，當當然買咗去，好像奇怪。用冇到打咗嚟聽咯，佢後尾他都講，佢網友用很多標點咧，唔攀得上，唔攀得上，嗰有的個唔表用嚟用，佢後尾咧，就我真我哋講啊，原來推廣酸甘茶唔咩賣出去就好喎，我賣出去有人搞人用嚟食，我用嚟泡，所以每一節就用了，就人給，我就人拍了一個。教學影帶，還要拍影片，自媒體啦。沒，就是要教，讓他們看到說，專業用誒，係曉誒。萬一佢冇人啊點方，佢冇辦法看到，佢沒有感受到。有，我啱啱有看到一條相片，就係會準備，係講佢點嘅體驗嘅話，我有一個台嘅，然後有酸甘茶裝到底杯，韓國我用呀樹嘅錘來烤，烤皮，然後佢烤到綿。嗰種烤綿綿以後，因為顏色烤過一粒吧，啊幾粒吧，我係烤睇以後係唔點愛用白色，用白講嘅每每一節嗬，我嗰陣時我烤，我想講，嘿，一皮依種冇烤到凍裂，冇烤到碎塊，係啊，跟我記出嚟佢烤係，又係講日坤我做啲出隻拿件拿來泡，又係講我嘅皮同我嘅茶米嘅比例，我用嚟來做，我就唔掂。好 ，OK。你看哈，而家做嘛，我哋想推廣嘅哈，很多撞茶，
俺没讲烤茶，烤呢你就总会烤了，烤到绵绵，你并不知道它你会泡到用的长度，对吗？我撞茶的原因就是要把茶跟果皮分离。嘿，果皮归果皮，用它烤啊，人家茶就揾茶烤，因为等到人家果皮烤绵了，人家茶已经就面都懂面变粉呢。嘿，对，嗰時候人就嚟分開嚟烤，嗰時候一開始烤黑老皮同茶分開了，對，然後就分開了，不要混在一起。分開了以後，人哋嘅你太低嘅陳皮，人就要黏起來，扎固嘅你，扎固烤，另外烤了以後讓人茶又混合攪到在一。攪到在以後呢，哎呀就會平均的，你就這個比例有茶又有皮，按樣，嘿，按樣才會平均呐。怪啊！我講，還有一種方式，我就用嘅你嘅茶包啊，你可以用用嘅你嘅茶包，用機器打，就比例，嘿，比例就全部好，嘿，你就在以後，底部一袋是5克，你就可以用冷泡，用熱泡就可以。對，可以講像按樣嘅酸甘茶，像家下烤好以後，然後用板泡比例當做嚟泡水，像對美玉姐基本就有帶了一筆，像按樣嘅酸甘茶，我用嚟煮，用嚟泡。你看哈，也我今日有帶了係冷泡誒，給大家冷泡係牙嘛，對不對？像一罐打上來分享哈。跟我今日來，我係用燜的。燜的就用我們用燜燒杯啊，或是我們的保溫杯啊，好，保溫杯也可以呀。我用燜的來，燜的從家裡哈，從苗栗都一片幾下壽司，嗰時候就當鹽，用當後生，用一天都用100度的滾水這樣做的，對，然後就不用到第1度按用，因為保溫瓶它有一個溫度會鎖在裡面嘛，對，然後剛它倒出來係凍牛誒，嘿，cái凍牛基本唔會腐唔會蝕喎，但是呢，可以就是cái凍牛就可以加啲嘅水落去，你看滾水落去，你看就當好食咧，哎呦，所以佢完全唔會酸誒，因為佢聽嘅條牌就係幾白啊皮太多誒，嗰時候所以嚟就當酸，呀點到真嘅有嗰種是普洱茶的味道，是，啊又唔會凍鹽，佢比準備來係40年嘅咧。嘿，40年的肉酸甘茶，呀，以後我們提起多錢。啊，今天那個美玉姐特別帶啊，清整貴耶，不用咧凍久的呀酸甘茶。啊，唔過睇下會講，不用久的韓國後生的酸甘茶，你是有冇共用冇？啊，可能啊，睇下適合嘅酸甘茶咪冇共用。等下哦，美玉姐還會同大家來分享，所以按用版來套酸甘茶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講到節目當中。好，歡迎大家嗰陣咯，復起來咧，我係總一權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有請到美玉姐來同大家來分享酸甘茶。剛剛有講到酸甘茶，係用板泡，韓國一開始烤嘅時間嘅來皮同茶分開來，嘅按到裝茶，要把它分開，分開來過後都烤到差唔多，過後將做啲粉，再個粉到用下，將會泡出比例酸同茶比例都差唔多感覺嘅酸甘茶，原來係按你。頭擺都唔低，啊做得小小的泡，阿媽做得冷泡，對，錯冇？我今日有帶呀個冷泡的酸甘茶哈，那我有一點改良了，嘿，因為以前啊就當堅持，我沒講哈，種的假糖哦，其實呀，他講也係假糖食的，嘿，對，一聽到假糖。對，用真會冤啊，嚇我咪都講一下嗬，佢係全部都跟你嘅營養挺好嘅哈，就而且綿密，對不對耶？那我們之前我都是也是堅持用原味，後來發現現在你想要，你可以自己調配你自己喜歡的茶，客製化。對，那我們這個冷泡呢，我加了1顆酸梅。
哦，所以说那个酸梅呢，也是很天然的，它是那个甜菊梅，它的甜味是甜菊叶，所以呢，你不会它不是真的砂糖蔗糖，对，它不是那一个，所以呢，给的酸甘茶搭配起来，年轻人连小朋友都很爱喝，就按有一根，就是一开罐这样子的饮料，对，那我们就是俺的茶包哈，给底部有5克嘛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在那一个常温里面把，开水，不要用冰水哦，用常温的水，不用关落去以后350左右的那个冷水，好，不用在室温2个小时。就做得2个小时之后，咱不用都本消，这个不用本消，听音乐，听音乐，要出发，要出去上课，要去上班，要外出，要去撩，就来带去。所以冷泡、热泡都做得，韩国你想用的是，其实起家都做得加。对。原来是安呢。韩国当上我老去推广出去，韩国跳脱传统，故说美玉姐韩开发的呀，酸甘茶的点心，错无？对，起家做的。当然。迄落点的都红张色的道，对。比如讲有做过哪一道呢？本来今日我带来讲，我带给你的红曲咖，给你的红曲甘云的都酸甘，酸甘皮落去做的给你的，等于是米糕的一种啦。哇，听起来就好高级哦，很棒又很对，就是里面可能会。你有冇带呢？哎呀，讲笑啊，讲笑。哎呀，不是，炒米的糯米有问题。我买到的糯米冇清好，所以我马上要求完美，我就马上改变，换另外一个，还可以马上改。哎呀，懂得你小朋友分3层头这样做的。要分3层的呀。要分3层的啊，客家也有嘛，9层半对吗？啊3层哈，啊东岸几层呢？係安尼酸咖。帶下嘅呢就要當季的水果，很多嘅你嘅，芒果、反酸還有這樣名嘅沒有？反酸係乜㗎？還有乜㗎？以前我都芒果係乜㗎？都弄一個當地，想不起來了。我打上想到我講，蛋糕要拍色嘞？蛋糕拍色嘞哈，其實是椰子，這個很創意耶。是的，我們用3種不同的那個，讓它顏色也比較漂亮，然後有一點像果凍這種感覺。那因為暑假，我這次限定只有夏天才有。夏天的小朋友來我們這邊體驗，他可以現場在這邊做，也可以在這邊吃，也可以來用我們的那一個我們的創意料理，對。韓國也可以去糊一粒一粒，也希望該。跟下嘅靈魂就安尼酸甘茶粉，我太想試試看了，這個看起來就像那種巧克力點心，你知道嗎？我太得意了，好好吃哦！給你用夏威夷果，它可以用腰果和腰果，或是可可豆啊。這個好天才哦，我沒有吃過哎，只有我們家有，這也是有像是巧克力的感覺，不過它是很清爽的，對，好天才哦！這也是美玉姐自家開發的，我自家開發的呀，自家上的，自家冇因為我推廣酸甘茶，我就把酸甘茶可以都那位，想盡辦法，絞盡腦汁。對，像今天我們講話早上還有給你一堂體驗課，他們來，我就來6堂起，他們全部點嘛，牛溫水，第杯就講酸甘茶。你講酸甘茶崩嘅版呢？安尼是酸甘茶加給你嘅薑麻、卵、蜂糖熬了4、5個小時以上，這樣也可以。超級美味哇！所以6堂起，美玉姐你真影對酸甘茶這種熱愛同熱情是沒有辦法控制的耶。我覺得你的眼神就是那個都已經滿出來了。那真是這幾年啦，我前幾年很慘啊，慘到就是前幾年我剛從台南回來，基本上是
无人喝的，无人滴酸甘茶。因为太小众，就像一口一次对讲。，好几次都想要觉得说，应该我来买东方美人啊，还假啊，对嘛？都得穿钱。对，他们有穿钱，但是虽然还没有卖啦，我看没有东方美人啦，但是那东方美人没买到好，那就可以做到酸甘茶底杯。东方美人做到酸甘茶底杯。对，用酸甘茶哈，给底杯原料，就用给东方美人茶。对。可是嘛，该原因不美玉姐，你爱坚持讲，就算前几年无人滴啊酸甘茶，你还会坚持会做。没有人阻止你吗？现在阻止不了，因为我觉得慢慢的我找到自己的价值跟使命了。因为以前这个还呢，这都真嘅太唔对用嚟推广呀冇嘛出去。后来我发现，哎呀，课委会有天数啊，学校我们大学那个也有在推广。县政府、董英镇文化观光局那一些都有一直在推。那我发现他的那个现在已经有点冒出头了，让人家有看到哎，越来越多人认识哦，一下来到我跟你的茶空间呢哈，有1半以上的年轻人，像阿 Kim 我按后上，而且当到辣妹哦，真的吗？那我也要当辣妹，是，就叫做对人家的客家文化嘅同上的了解。嘿，对。嗰時候見到一下，來到茶空間底度，見到嘿，真的是衝着酸甘茶來的。對，就是要來認識酸甘茶。衝一下唔係酸甘的季節，對嗎？那如果給人就可以體驗檸檬茶，製作檸檬茶也是很好。我3個禮拜前有一團是我們清華大學的教授團，也是來我們這邊來了快30個，25、26個。25、26位，對。真嘅，我有感受到，美玉姐真認同認真上愛撈酸甘茶，小基本大家。是。然後一下你親有新型的部分，韓國親有成就感的部分，講就其實佢推到他後生嘅年齡啊，大家進來他就說你這裡好棒，而且都不想出去了。你看我們也會感動啊。對，就俾你動態嘅動力，繼續做下去。對。嗰時候像按用這樣子的活動推廣，大家可以做得去參加，去同報名。對。剛剛最多做得有最多做30嘛？冇啦，因為佢係團體的話，以前我是堅持。沒有20個我是不接，後來我發現，我們現在還是要更接引更多的年輕人。那年輕人3、5位啊，像今天早上在高鐵上就有，他說他6位，我也都 OK 啊。嘿，對，你要事先我安排好，那可以的話，我們就是盡量的，可以讓他有手動體驗敲酸甘茶，這個粥就要看情形，看他的時間。那你時間上你可能1點半到2點鐘，就可以全部可以體驗到。對。所以做的體驗也可能做茶嘅文化、色彩文化，甚至延伸的像這個飲料啊，因為講點心，對，就有機會去到這個美玉姐嘅空間。可以哦，我攏講，我全部都愛到這個給你哦，創意料理哦，正經。講到也正經同美玉姐講到同款，去簽名啊，呼起卡拉 OK 我來問一下美玉姐，迄個愛買呀酸甘茶，我用蠻套當中的套喺度適合我嘅，比如我愛講酸，愛適合食用版的酸甘茶咯。酸甘茶吼，唔係講越老就越好。唔係，佢應該講，佢越冰，佢會越厚實，它的那個滋味是越醇厚沉。所以說呢，年輕人呢，基本上他是喜歡年輕的。我覺得我可能有老靈魂呐。對，年輕的那個有年輕的香氣，柑橘的那個精油香會比較火。跟人買一粒酸甘茶轉到屋卡過後，我用版來保存其他好。保存的話吼，最後就會講，佢可以透氣啊，它要呼吸，你用
家里有陶罐，放在陶罐是最好。陶罐哦，对哦，好，不要密封起来，哎，绝对不需要，绝对不需要。对，还有没做我们的冰都北上的包哦，没做我们的不用北上哦，太搞我记得了。我卡以为啊吼，莫以为就迄唔是冰冰，唔是有快太么，我哪有得配咯？哦，冇得配。松大松哦哈，但是你可以敲开来看看，你喝如果说有很大的味道不是那么的好，那你就不要。如果是说，哎，有时候你剔边给跟那些米西跟陈味嘛，重配以后，其实给就慢慢的给个味道就会都转来。基本你有感受到这个美玉姐满满对酸甘茶的热情，相信电视机头前的朋友们有感受到。基本也真跟什么美玉姐哦，谢谢。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客家传统的茶哦。休息一下，听听欣赏，向下来做运动。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？我记得啦，我来福喜来嘅面数傾站，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，記得我分享出去哦。